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。阮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守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、顶十架死、搁活，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气力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搁定根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罪得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。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负责任甲以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温数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诚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免。